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返嚟拆局最前線。最近大家茶餘飯後傾得最多嘅，肯定係呢單新聞啦。一個搞咗十幾年，年年吸引大批市民參加嘅慈善越野賽，喺開賽前2個禮拜，突然毫無預警咁宣布取消。大家有冇食花生？今日我哋就一齊剝落去，睇下呢件事背後究竟隱藏住咩驚天秘密。話說原定喺今年3月22號舉行嘅第11屆背水一戰慈善越野賽，主辦機構點滴係生命喺3月8日凌晨突然喺官方社交平台發表重要通告，話經過審慎考慮，決定取消活動。大會承諾會全數退還報名費同相關捐款，並向公眾深表歉意。但係通告入面就係唔提取消嘅原因，一個字都冇。咁大家可能會問，究竟係咩原因令到一個搞咗10年嘅活動喺最後關頭突然叫停？要搞清楚呢個問題，我哋要由頭講起。背水一戰係咩嚟？背水一戰係一個慈善越野賽，參加者要孭住4.8公升或者5公升嘅食水，挑戰港島嘅越野賽程，體驗偏遠山區居民缺水嘅艱辛，為柬埔寨同尼泊爾等地籌款興建水設施。活動由點滴係生命主辦，今年踏入第11年，可以話係香港慈善界嘅招牌活動之一。本來今年仲新增咗7公里路線，仲有虛擬賽背水自由 Run， 睇落係越搞越大。點知臨門一腳踏 Q， 搞到一眾已報名嘅參加者愕然。點解搞咗10幾年嘅招牌活動會突然叫停？原來喺宣布取消嘅前一日，即係3月7日，有報章以頭版大字標題報道，題為背水一戰，越野跑與邪教有關，慈善包裝滲透。報道引述據了解嘅消息，指主辦團體點滴是生命，被指背後與被內地定性為邪教嘅靈仙真佛宗有關，仲形容有關部門高度關注情況，唔排除採取進一步行動。聽到呢度，大家係咪覺得好奇怪？一個年年搞慈善跑，幫偏遠地區籌款建水設施嘅機構，點會同邪教扯上關係？錯啦，事情唔係表面咁簡單。等我哋一層一層咁剝開。有媒體翻查資料，點滴係生命係1998年喺香港註冊成立嘅公司，但佢最初嘅名並唔係叫點滴係生命，而係叫華光功德會香港分社有限公司。大家聽到華光功德會呢個名，有冇覺得似曾相識？世界華光功德會係由自稱真佛宗嘅美籍華人盧聖彥創辦嘅，呢個名字同點滴是生命嘅前身名字係高度類同嘅。喺過去28年入面，呢間公司先後改過5次名，用過嘅名包括：第一，華光功德會香港分社有限公司係最初嘅名，1998年成立時用；第二，真佛宗香港華光功德會有限公司，英文名係 Lotus Light Charity Society Hong Kong Limited。大家注意，真佛宗3個字係直接出現喺公司名入面嘅。第三，香港華光功德會有限公司曾用商業名稱華光會 LLC。第四，2010年改名為點滴係生命有限公司，英文名 LLCs Hong Kong Limited。第五，2012年再將英文名改為 A Drop of Life Limited。最後一次係2010年6月批准略去有限公司字眼，成為今日大家熟悉嘅點滴係生命。大家試下企喺佢個角度諗，一間做慈善嘅機構點解要咁頻密咁改名，仲要刻意慳甩真佛宗同華光功德會呢啲字眼？呢個舉動本身就已經好惹人懷疑。我個人嘅睇法係，呢種頻密改名嘅行為，好大機會係為咗切割同真佛宗嘅明顯關聯，方便以更低調嘅方式繼續在港運作。董事局嘅秘密、人名背後嘅聯繫，我哋再深挖落去睇下佢哋嘅董事局。現時點滴係生命有3名董事，分別係黃路明、區小麗同李彩芬。翻查資料，早喺2006年，當公司仲叫真佛宗香港華光功德會嘅時候，區小麗同李彩芬已經係公司董事。換言之，呢2位董事由真佛宗時代一直做到點滴係生命時代，橫跨20年。更引人注目嘅係2015年，自稱真佛宗創辦人嘅盧聖彥喺美國舉辦活動，當時出席嘅嘉賓名單入面，赫然出現咗香港華光功德會會長李彩芬個名。呢個李彩芬同點滴係生命現任董事李彩芬係同一個人。如果你係佢，你會點解釋呢段歷史？靈仙真佛宗係咩嚟？講到呢度，我哋要好好介紹下靈仙真佛宗究竟係咩嚟頭。靈仙真佛宗後來改名為真佛宗，係由美籍華人盧聖彥喺1979年喺台灣創立嘅。盧聖彥自稱活佛、佛主，標榜個人崇拜，聲稱自己係佛陀轉世，擁有神通。佢嘅總部設喺美國西雅圖，喺全球多個地方設有分支機構，以慈善同佛教為包裝，廣泛吸納信徒。早喺1995年，中國公安部就已經發表通報，明確將靈仙真佛宗認定為邪教組織，
指佢哋標榜個人崇拜，敵視社會主義制度。從1988年開始，已經秘密滲透中國大陸，活動曾經涉及13個省市。當然，我哋要客觀咁指出，香港基本法保障宗教自由，香港法律目前亦都冇對邪教有明確嘅法律定義。宗教組織只要根據香港法例登記註冊，就可以喺香港合法活動。所以真佛宗喺香港活動本身並唔係違法嘅，但係問題唔係合唔合法，而係合唔合理同埋符唔符合公眾利益。有媒體記者今日親身去到點滴係生命位於尖沙咀星光行嘅辦公室查詢，周日都有職員辦公。記者查詢公司係咪同邪教有關，同真佛宗有咩關係？職員開門回應，淨係拋低一句我哋唔清楚，然後關門。如果真係行得正企得正，點解唔光明正大咁澄清？點解唔正面回應傳媒嘅查詢？我哋唔清楚呢個答案，係咪代表職員真係唔知情，定係刻意迴避？講真嗰句，一間機構嘅職員連自己公司嘅背景都唔清楚，呢個本身就係一個問題。財力雄厚，年收1,700,000，持有7個單位。我哋再睇下點滴係生命嘅財力。根據財務報表，呢間機構喺2023年同2024年每年嘅收入都超過1,700萬港元，主要嚟自月捐、賣物同步行活動等。仲有更驚人嘅係，佢哋喺尖沙咀星光行持有7個辦公室單位。翻查資料，其中一個單位係2007年以香港華光功德會有限公司名義用480萬港元購入，相連嘅一個單位係2023年以點滴是生命名義用790.2萬港元買入，連同2002年同2005年分別以 Lotus Light Charity Society Limited 同真佛宗香港華光功德會有限公司名義購入嘅同層5個單位。公司喺星光行共持有7個單位，估計總市值約5400萬港元。大家諗深一層，香港人好有善心，見到有意義嘅活動就踴躍捐錢報名參加。但如果呢啲善款最終係流入咗一個背景複雜，甚至可能同邪教有關聯嘅組織手入面，咁就大鑊啦。呢個唔單止係浪費咗市民嘅愛心，仲可能無意中助長咗不良組織嘅發展。警方回應不予置評。警務處處長周一鳴今日被傳媒問到點滴係生命被指同邪教組織真佛宗有關，警方有否了解？佢表示目前不回應。警方唔回應係因為真係冇問題，定係因為件事仲喺調查中，我哋唔知道。但係有關部門嘅沉默本身就係一個信號，香港慈善機構監管漏洞。今次事件其實揭示咗一個更深層嘅問題，香港對慈善機構嘅監管係咪足夠？喺香港，慈善機構享有稅務豁免，可以向公眾籌款，但係監管機制相對寬鬆。根據現行制度，慈善機構只需向稅務局申請豁免繳稅，並定期提交財務報表，但係對機構嘅背景、宗教取向、資金用途等並冇嚴格嘅審查機制。呢一種制度安排本來係為咗保障宗教自由同慈善活動嘅空間，但係同時亦都為別有用心嘅組織提供咗可乘之機。試諗下，如果一個組織以慈善為名，背後卻係為咗傳播某種宗教理念，甚至係被當局定性為邪教嘅組織，呢種行為係咪應該受到更嚴格嘅規管？唔知大家有冇同感？我覺得今次事件係一個警號，提醒我哋喺捐錢做善事之前要多做一步功課，了解清楚受惠機構嘅真實背景。今次背水一戰突然取消，表面上係一個慈善活動叫停，但背後牽涉嘅問題遠比表面複雜。主辦機構點滴係生命喺28年間5度改名，刻意切割同真佛宗嘅關聯。現任董事同被內地定性為邪教嘅靈仙真佛宗有千絲萬縷嘅關係。機構年收入超過1700萬港元，持有市值5400萬港元嘅物業。但面對傳媒查詢，職員只係一句唔清楚就打發。呢件事最值得關注嘅唔係背水一戰本身取唔取消，而係香港有幾多個類似點滴係生命嘅機構，以慈善為包裝，背後卻隱藏住不可告人嘅目的。我哋嘅善心有冇被人騎劫？今日嘅拆局就去到呢度。對於背水一戰取消同埋點滴是生命背後嘅疑雲，唔知大家又有咩睇法呢？你覺得政府應該介入調查咩？香港係咪需要更嚴格嘅慈善機構監管制度？歡迎喺下面留言同我哋一齊討論下。中意呢條片嘅話，記得 Like、Share 同 Subscribe 我哋拆局最前線，撳埋個鐘仔，咁就唔會錯過我哋嘅最新影片啦。我哋拆局最前線會繼續同大家跟進事態發展，為大家帶嚟最深入嘅分析。多謝大家收睇，下次見，拜拜。